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嚟》，我係 Rita 林妙天。喺今日節目當中，我邀請大家共下來談好音樂了。因為佢創作歌曲按到優秀，佢概念嘅創作就是當豐富嘅得嚟當到獎，總算等到佢出專輯咧。謝謝啦，朋友優秀 ，Hello 優秀你好。大家好，我係優秀，今日當歡喜來到福氣來嚟，來帶電路送本 Rita。耶 ，Rita 收到咧，噔噔噔噔，是係你最新嘅專輯。我除了種專輯嗬，都有心意，一專輯是按到電路。電路電路客家人講出係禮物嘅意思嗬 ，present。每做得講嗬，電台一個電路嘅人，電麥嘅路呢，人生嘅路冇。我做一種專輯地度，當然用得獎嘅，從2016年。一直到今年2022年，所以一種專輯完成嗬，到去年還係得獎。你喺講要參加比賽，就一定會得獎是錯嘅。其實之前談優秀嘅音樂嗬，有時候講你香港都有咁多嘅想法，就透過音樂來表現出來。其實一電路之前應該係有一個法律嘅精神，從無人欣賞到電路，好，係我嘅故事同歌唱咯。下個報名跟比賽嘅時節係用無人欣賞，不過夏天以後又創過幾張嘢，到比賽嘅時節我就有想，其實也是歌曲我冇想喺本人當比賽嘅心情。無人欣賞聽起來就昆詞會知道係會艱苦哦，也係感受，對，但是就想過跟按樣歌詞底部有講到電路，也真嘅係我本身一生人，我送本大家嘅能量，跟我就重新演歌名啦。故所以安尼歌唱，其實從嚟因為嘅作品就會傳達嘅想法，也係講想愛傳送有啲嘅 message， 當作訊息嗬，本聽到人看到人，故所名係咩係一個本人會當好奇嘅標題咩嗬，故所一下確實。也電路係當好嘅電路，愛送本大家，愛請大家共下來欣賞哦。佢有時其實一種專輯嚟講，就係你生命愛送本大家嘅電路。第一音樂當中嗬，從2016年參加台灣原創流行音樂大賽，就得到3獎，天天的行，咪變咗專輯嘅第一條歌曲。個2018年、2092年又參加原創大賽，也得到2獎。就係一種專輯曲名，就係電路。同時呢，地球村浪大賞嘅冠軍，個2022年就係去年得到第一名，用28+1，所以你係第一擺就拿3獎，個第二擺參加拿2獎，第三擺參加就拿第一名大頭名數獎，就係咁樣呢，個有一種專輯。嗰時候你做模擬音樂一鋪一鋪來，所以喺比賽，催生你這一張完整的母語創作嘅專輯係嗎？比賽嘛，的確是比賽有本來一個動機，所以願意寫下歌。因為我去年就是以前嘅我係從，就像樹一樣長年輪，一束歌曲過一年，一束歌曲過一年。意思係藝術歌曲推背一年這樣下藝術歌，像年輪一樣，就是其實我下歌曲啦，其他創作人應該冇共用，其他人大家就會下，我下唔出來。我真嘅我下嘅時節係因為我真嘅有發想來講，唔過呢我就是大家都會說心情怎樣感傷，或是想要怎樣跟自己整理的時候，寫歌是最好的方法。沒有，我不是這種人。跟你心情唔好嘅時節，你做乜嘅？呀幾張嘢，今年嘅我真嘅冇共用咧，我係真嘅係老七個點點嘅按樣相處，相處，就是在這個過程會看到很多情緒的動盪，但是我有告訴自己不要再。冇想過往外再找誰來幫我了，就是什麼東西都是要自己去面對。為什麼你會用這個想法去看事情、整理事情？那也有很多東西是在整理的過程發現，我太依賴腦袋了，可是我的心很累。對，所以在新的過程、新的
修复的感觉，或者是陪伴的过程，会发现其实去做个运动排毒，或者吃健康的对待自己。把作息给调好，就是这些东西，它是在短时间绝对看不到那个变化。可是如果你愿意改变，你可以在短短2-3天，甚至1个礼拜，发现有好多其实以前放不下的、解不开的东西，不用哈喽哇，对，体系当初要就本自家有空间的身体，耐心到时间。哦，漳州的行都重演啊，天天的来，就像天天的行穷用系嘛，天天的行计量是下。当初迄脑部已经困过来，我也喺按用的行电路。唔过我也喺想法係我切架看定我切架，我皮定我切架。因为也总个电路下个高桥动到高次喺讲到，做乜解，我老唔强下，唔是惊唔是笑，佢哋全部嘅花，我变过来看咪想到，一枪喺我切架上去抢。搭上伊咩按用老爱讲法，唔讲爱有去讲按用老爱去讲冇，一冲冇呢。哇！经验真经上到也件事情以后就实践出来了啦。我本那咪下隔空包包，真经啊，因为冇简单，我甲唐秀书分享的时间，我心感都有动到的感受哦，因为生命上时候门关起来就有一家地听听。不过，我知道你懂勇敢，你没懂站，因为你爱面对自家的时间，你真经敢来面对自家。因为上次当以后，我就安排当到嘅设备，我就同当以叫我出去看当的某个东西，好展览天样，本我自家轻无限。我就唔会感觉到我也当强，我也当故事。不过真经点心下来，係咪很有能力同自家好好来相处，照顾自家嘅心？嗰陣也有能力照顧自家嘅心嗎？係嘛 ？keep 練習，係啊，我咩啲練習，然後聽人哋講，非常感動，因為看到無窮樣嘅藝術，我咪相信也會反映喺嘅作品當中。包含講從盲人欣賞到登錄。可能有人知道講，一個名字嘅轉換就會改個名誒，對我嚟講也係動態變化，因為代表講一個人嘅想法，也係講希望呈現嘅東西，完全係用無窮樣嘅視角嚟呈現。錯，好像一個正極跟負極，也沒有到極端，但的確。喺兩片無窮樣嘅角度去看一件事情。錯，恭喜，好。一種專輯呢，大家都會看到，一個幾隻專輯嘅設計吼。我做甲人講頭腦都動到東西，好，唔過是無法度點睛下來。咁啲一當中呢，有動到嘅迴路，動到無窮嘅色彩，也想會呈現乜嘅呢？其實也在主視覺係有不同的時期變化。我語速比較快，我在用中文。它的被創作的過程總共有3個版本。那現在看到這個呈現是第1跟第2個版本結合後的樣子。那第1個時期是主視覺，設計師他不認識我，然後朋友介紹嘛，然後我就跟他認識以後，他就聽我的 demo， 他就覺得有蘇給嗓音有一個音色，很像那個現在底色看到那個清澈的湖面的映照的感覺，所以他就很直覺的畫了幾個線條。那後來他是看過我現場演出，我自己一個人聊天分享，他就覺得說，好像有些東西其實跟這個畫面還有一些想法可以再多做嘗試，所以我就開始跟他聊我的身心靈，然後那段時期就會跟他聊礦石。陪伴我，就是我可能身邊會有一些水晶或什麼，然後這些東西就是都是在陪伴我。就是我那陣子會很喜歡跟他們聊天啊什麼的，然後他就跟我說，那可不可以借他做 research，他畫一些東西。那個是他用他自己的筆刷筆觸畫出來的礦石。那原本在畫出來的那個 B 的版本，它是用一個酒紅色的底色，那個很秋書。在那個階段，我們都說那個顏色很我，然後我們也覺得說好，那就用那個視覺來做這一次的登錄吧。可是好像就在專輯準備送印的前2週吧，第3個視覺又因為別的行政的關係，我又再跟他討論。那個版本確定不要用以後，我就開始想，其實 A 跟 B 加起來應該有個機會。然後我就開始跟他聊，因為給龍石給礦石只是一個直線的路徑，我就聊佢講，我知道一隻東西，拼完看應該會充電路冇唔錯，不過本來設計意思來看就係冇乜該出隻嘅。因為我有寫 Waiting a Person for，
然后等路的确有等待某条路径那个拆文解字看中文词的话，所以我就说有没有可能让那个路径在这个形体里面发生呢？然后跟用时给在设计师就想到，他2天就用到流动化的 idea。他说他来用电脑转看那个石头，所以就看到这个路径现在呈现这个样子。然后那时候的粉色比较多，我就说我觉得这一张等路的能量粉色可以少一些些，让那个路径下半身再少一点点。然后就现在这个呈现对我来讲是很 fit 我自己想象中的等路的那个能量的感觉，而且是拆掉包装以后，它的它选址跟它被不同的光线照下去，就像我们平常看不同的矿石被不同的光线照射的时候，它就会有不一样折射的感觉。它虽然只是一张纸，它虽然只是一个被喷墨画上去的所谓的主视觉，可是我觉得它已经有在不同的人的观看下，就是能感受到我们说的那些矿石的晶体呈现出不一样的感受的感觉。好，也修书讲到吼，也代表讲，大家看到无穷样嘅修书，感受到无穷温度色水嘅修书哦。等下呢，喺节目当中继续谈修书来分享佢嘅音樂、佢嘅人生，大家了一下繼續到陣來復起來咧。1、2、3、4、5、6、7。이 리바이스게 언연의 원파이 이 장의 스게 언연의 귀바 서이 승이 이녀스게 월용용반의 심지 라이고 잉잉에서 시련점26、27、28、28個界世嘅食法，長春張開手。来唱歌了，来唱歌了，唱水唱流，唱啊唱，自由自在，唱水唱流，唱啊唱，自由自在。自在，唱啊唱。
好冇，安 Q 好冇。今日大家聽到是係秀樹佢介創造28假日，佢有冇強嘅數字來代表，無論係生命當中嘅歌唱，也係講你的顏色，你就會看到呢一首歌曲有當到心情嘅轉變哦，非常非常嘅聲音再次來分享秀樹。哇，有時候你嘅聲真係動聲音，是這樣子。有一種溫柔又健聽嘅力量。然之後同以前我聽唱歌，本來就當好聽，不過今年我看到你聽唱歌，冇強樣嘅感覺。等見即個感覺樣嘅，透過唱歌，透過安尼音樂，也係會曉得去接受自家嘅聲音。啲無強樣嘅世界有乜嘅變化？因為人嘅心情，愛人嘅自家係有去年錄音嘅時間，錄音以前我就有發現過，我自家嘅聲音唱唔出來。也有看醫生，冇聲冇息，完了就是可能工作上，因為我自己有在做一些打工，可能有點過勞，或者是說後來因為想要工作自己的專輯，有一些的壓力，氣感唔低。自家就想我應變，硬去變也係做乜嘅，咩唔狀態誒，可能忽然間就冇聲誒。自家咩冇想到係因為按樣嘅關係去看醫生，咩真正有去曉得去照顧自家身體，因為我去香港去做戲劇嘅演出嘅表演嘅時間，嗰兩時嘅聲音又轉來，我就會想過，按樣嘅話我就是今年我繼續做戲話應該會。就會動輕鬆，唔會有問題咧。因為嗰兩時我嘅聲音係真正動好，就會轉來咧。我自己嘅聲音，漂漂亮亮。可是當我真的要開始錄音的時候，聲音又唔見睇了，我就真正嚇到。我看到200個醫生，然後我跟那種物理治療師、語言治療師也是很認真的，好幾個月相處，最後發現關鍵是在秀樹也係心情用版的。對，我很多心因性的事情讓我沒辦法唱歌，就會心情壓力。我最了解，因為我唱歌錄音，特別錄專輯嘅時間，我沒辦法安尼，我會失眠，也係講我想我嘅，我啲半夢我就在唱歌。我個真然落到錄音室，喺工作地唱歌唱出來，我自己會咩動感通啦，有一種釋放壓力嘅感覺。可是這是當難去形容哈，跟後來用嘅潛在嘅聲。我有發現我自己本身就會懂，就是我知道要去接受自己聲音不同時期的變化，所以每一個錄音都很誠實，我不會一直帶着說怎麼辦，我現在聲音這樣子錄出去的聲音，大家會覺得很不給。沒有給出秋樹最好，可是當我回過頭，以前我會用 hashtag 秋樹的時間，就是表示那是我做音樂 cover。那如果我每個時期入的音都要靠那種所謂高標準來看來檢視自己，那真的好累。所以當我回過頭來看秋樹的時間對我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其實就是你舒服的、誠實的去唱歌而已。然後我就回過頭想，我那時候為什麼會這麼不舒服？因為我想的都是外面的人、外面的事情、外面的行政。可是秋樹就是終於可以唱歌了，秋樹終於可以進錄音室，可以享受唱歌。那你幹嘛要在乎那些外面跟這個時期、跟這個時間、在這個時段要錄音的你無關的事情呢？哇！一直在練習專注在自己，真正做得做一個，一件事情係多麼簡單嘅事情哈。其實我喺上面咩錄音以後。沒應周誰就是聊專輯的行政那些，也是那整個5月我也是幾乎快不行。可是我其實不知道我的聲音是怎麼回來的。今天呢就轉來了，真的回來，就是不知道怎麼了，但是回來的感覺很好。今天就繼續來做，可能就是沖淡那個焦慮，繼續轉來了，恭喜！嗰堂28假日啊，就係去年演唱流行大賽得到大頭名嘅作品啦，嗬。咩啲音樂當中感覺到時間嘅流通，個生命它有一個層層堆疊嘅感覺，嗬。嗰時候也係29歲係嘛？去年29後誒，28假真嘅，安尼年歲天天咧就係成長，有人講智慧就成長咧，有安尼感覺冇？我可能真叫安尼，應該會成長吧？冇聽錯哦。哦，有智慧嘅人唔但唔係講老嘅人較有智慧呢。
唔免讲後生人就無自閉，錯冇？錯。做得做一家咩？唔免講啊，10到50歲啊就做得只有做一家每天。唔免講啊，20歲就係動辛苦，愛帶面去，唔免安尼，錯冇？就安尼個心境。有引起，有動去，要怎麼講？有去縮時愛七家，動地波嘅七家係慢嘅。因為當後期人家講到就講，其實唔係一個利用創作同一個對話嘅人，佢唔做埋，唔講本來唔係做音樂嘅人咧，竟然用我來做音樂，後來，因為要有一種轉型啊，係其實係困難的啦，因為要懂到嘛哈，你要下詞，你要下曲，要有編曲，要製作，講你要有經費做實體嘅轉型，或者做數位嘅發行哈。因為真正本講，佢聽出來做一個創作嘅歌手。我從細喺啲，因為我當然係做康樂節目嘅。康樂節目？我媽媽啲沒有你係做主持人歌手，係白靈綜藝團。哇！嗰時你從細就做表演啊？耳濡目染，但沒有到表演。爸爸媽媽會栽培人哋四大節目去學印象好嘅東西。唔講我係青苔嘛，冇想過我學物界。就也沒色，給沒色，就他給我什麼我就吃什麼，所以我文武都有練過，摸過邊邊。可是當我真的想選，就是講大學好了，就是要選科系的時候，就真的不知道要念什麼，所以才因緣際會突然覺得戲劇系吧，所以我才會真的去考了北藝大。可是考北藝大也只是因為我姐妹都念才藝，所以想說跟他們同校，那只有戲劇是不用考什麼術科的一些。你知道，就是需要年份積累的東西，我就是直覺去試試看，所以我真的踏上劇場以後，才開啟了回顧我過去從小到大到底在學什麼，經驗什麼。那我家的養分，老實說，我到國高中是因為為了讀書，也沒有真的吸收。可是我確實是在國高中才覺得，我想要學音樂，我想要創歌。不說不卡喊那本你一胎嘅通力哦，他耳濡目染，他確實就是給你了一些，你有這樣的背景。一定有遺傳到，因為媽媽爸爸好會唱歌，好會，媽媽也會寫東西。你也好會唱歌，歌頌人妹妹，你3個妹妹嘛哈，還有看她表演哦，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很棒很棒的回憶。哇，嗰時聽秀樹來分享嘅時候，一個人為養成，後有動到嘅歌唱啦哈，聽佢講就做啲感受喺度哈。第一下係當上繼續聽秀樹來分享吼，到底一種轉型吼佢。我帶伴大家用版言嘅生命經過，韓國遇到嘅歌曲呢，係大家一聽講啊，原來就係秀樹唱嘅嗬，就等下大家繼續多進來復起來了。歡迎所有好朋友轉到復起來咧，我係 Rita 牛天。喺今日嘅節目當中，要講到創作歌手秀樹，哇，佢嘅上真緊係樹上樹心，不言堂的動送上哦，再次來分享佢。Hi 秀樹，大家好，我係秀樹。哇，秀樹，聽你唱歌嘅時節哦，同你個人啊，做也經歷嘅當送上嘅狀態。就是一個很舒服的狀態，越來越舒服哈。係啊，嗰個做做音樂後要動到親密嘅素材，從表演時節一個機會，讓妹妹同鄉下上台，加講到爸爸媽媽就係康樂吹，嗰時候你都聲音咧，細嘅聲音嘛哈，從細就按你嘅環境，總係話好屌嘅嘛嘅，個T3嘅同T4嘅妹妹，記得同鄉樣同好音咯，就鄉下表演咯。喺我有唱歌就鄉下來，因為我睇四隻妹，睇青色嗰隻妹妹佢會彈吉他。嗰兩時我去比賽演唱嘅時節有想過，跟我妹彈吉他咧，我想要單純嘅用麥克風這樣子，按用唱歌就好咧。因為我唱歌嘅時節，拿樂器撈拿麥鼓，係冇共用嘅能量。係錯。故所我曾經有想過，我咩想要享受按用。單純是唱歌就好了。嗰兩時就老妹妹給他就討論了歌，討論了1個2個月有，然後每次都回苗栗跟他們練習，每次都會演假，大敗就演假，因為佢就就唔係熒幕內嘅人咩，就會你要嘅熒幕內嘅妹妹係聽嘢。佢到台北做事，佢無限
管人家得演该演嘛该东西，给他就是讲你想要怎么该就用怎么用嘛该嗓音就好了呀，然后就想不过你要得有发挥出来的东西真的很漂亮啊，我想要珍惜那些即兴的美，我不想定下来他们一定要用什么方式帮我表演，我只有说你们只要享受就好。然后那时候讨论了很久，然后到最后他们就说啊，姐姐你自己弹啊，就是你自己弹已经有那个氛围了，他们都做不到，他们觉得说他们没办法做到他们听到我的那个感觉，然后我就说好吧，那你打鼓吧，就是小的那一个，然后老三就是弹琴，他们都是很爱玩音乐，但是他们就是真的单纯很喜欢玩，所以想。音乐呢，唔过动好音乐嘅，在家就是随便即兴就可以弹。我以前也有这样子的想要随便玩弹即兴，可是自从开始所谓的进入了音乐产业，我变得不是很勇敢，所以我其实每次回家都会被我的妹妹们触动，因为他们就是这么的享受在生活里面有音乐的想法，他们不是把它当成工作，说好有压力哦，干嘛做场啊什么，没有，他们都没有。然后那时候演出。我还给他们打一堆强心剂，进到那个碾冲跟那个流淌胎衰那个现场，我就说你们不用紧张，你们不用紧张，因为我每次都是想说自己是姐姐要带动妹妹们，然后小的那个就说没事啊，我就烂，他用这个态度让他变得很有，就是没差，他就是可以做好表演。然后我就被那句话就是打回来，邱丽舒，你要专注你自己，你不要再去担心别人，他们不需要你担心，他们很放心。记得我懂 OK 啊。对，但是我的渴望是，自从那时候知道有入围，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带家人上台，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的家人有多么的棒，他们不用得要过多的，就是我们会讲 credit 或是经验，可是。他们那个临场的能量，我很想跟大家分享，这就是我邱家的妹妹们，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是我的家人，不是我的音乐而已。可是可以跟家人一起玩这个音乐，我当然也看过很多朋友们都会有自己的家人一起变成是一起在音乐路上怎么样。可是我没有要强迫我妹妹们这样子跟着我，我只是想说那一个比赛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棒的场合，有那样子大舞台，他们也没有踏过，我们一起去吧。我那时候只是想着要跟他们一起而已。我觉得非常幸福哎，结果按你看他表演。就得到当好嘅成绩。什么？可是大家看我在舞台当好安尼嘅感觉，你会觉得跟一个人表演有蛮冇同样？比过嗰啲3班演唱嘅流行音乐太重。大头名嘅啊，那个第一名啊，嗰一年真嘅迄个本身真嘅就係想要去分享嘅心情听听。就去年嘛，哈，结果拿到第一名。那个应该是能量。对啊，一铺一铺按来来哈。那妹妹跟你一起表演之后，记得有嘛给讲姐姐，我觉得这样超棒，以后我跟你一起表演好不好？没有啊，没有，我给黑人啊，油呛给大家 T3妹，就是老三啦，就是叫他跟我一起去做个演出吧。不要，你就开始讲很多东西，不要，因为我们真的工作都几乎都是吵，到底你想怎样，我想怎样。对，但是录音的部分就是专辑录音，谢谢他们愿意出席。哇，对，还是有一起完成那个录音阶段。我就是想记录的是他们的声音，不是我的声音而已。就是记得要同你共下，有一个那种电路、规钢影全部都底播哎，真的呢。好了，爸爸是行政上的支持啊，妈妈的话就是词曲，因为我认为那些参与，每个人对于词曲的参与度的那个认知不一样，但我就觉得我想要尊重那一份关系。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我就是要把它放上 credit 是有我妈妈的名字，哇，有几首歌是有这样子强调的。那乐手的部分是有一首歌曲很多，嘛个啱好给黑矮妹妹听一下，给她引用呢吹黑管，然后其他就是对有妹妹的话就是在28+1。哇，动赞诶！接下来啲節目當中，我想要邀請邱淑為大家來演唱，就是當中嘅轉壓。哇！所以轉壓會本人有一種心靈恬靜下來，同自家相處嘅感覺。來分享邱淑帶來嘅轉壓。是山屯無扮演，祖國嘅人愛傳揚，也為長春愛情歌，愛用嘅沙。
没事啊，刚刚有一点落差。好糖，一个懂吃油的感觉。哎，你口哨吹得很好哦。小时候吹得更好，因为肌肉有在培养。今日同 Q 叔哈讲到音乐啊，大家鼓动欢喜呀。Rita 准备快问快答，小本大家哈都会认识。人生就是要很多 surprise 嘛，同这个相处的时间，关照自己的身心。我们同上爱哈那都认识 Q 叔我做也好就28+2以后哈，好强调，因为冇 Q 的感受，请问你音乐当中哈最舒心的时间，因为你哈用如何有舒身舒心嘛，系冇？有一种冇 Q 用嘅休息，最舒心的时刻系哪时？最 relax。最近系运动的时间。好，运动，然后去跑步，要去跳绳。哇，对，最近是跳绳比较多，让我增加肺活量哎。哦，没有想那么多哎，我是因为会脑袋想太多事情，就一跳就变得好专心哦，很开心，而且好开心。歌手你是一个，其实你是一个可能你是胎记。我觉得当姐姐会有时候会想比较多，因为俺妹做姐姐，俺弟干咩演变呢？同时可能你没懂独立，你很独立，你会思考很多的东西。哦，给那个用一句话来形容一种转型，你会讲乜嘅？一句话，佢又开始想动到了。一句话呀，就会拿来松本你嘅电路，耶，真的是一句话的话，松本太家的电路，这就是礼物就错嘅，就会电路哈。给那个你希望太家本人嘅祝福系乜嘅？向书爱，向书成法。向书爱，向书成法，松本人，咩松本太家，做一个向书爱、向书成法嘅人，非常嘅感动。今日非常感谢书生书心嘅休书来到节目当中来分享。安子生，咩感谢所有支持福喜来嘅朋友，爱用福喜嘅朋友，祝福大家日日顺心，向书爱，向书成法。等家下咩邀請大家繼續聽聽線上嚟做運動，為本日度快樂哦！希望大家安子生。喜歡福喜來嚟節目嘅朋友，記得來你點讚、聽下個電視台嘅片頭，韓國愛分享出去哦！希望大家。